停，讲师慈悲贤道之功，坤道之功。讲师好。各位先贤，大家请坐下。请坐下。咱前年各位德文师，咱助理、领人、副领人，咱各位组长，咱在座各位先贤大德，早上好。各位早上好。非常的欢喜啦吼！今仔日呢，就是咱新湾山的的一个经典教育班。当然呢，时间咧过，会使讲是非常的紧啦。顶个月呢，遮咱各位前天在经呢，来共结成的。时间咧过呢，事实会使讲是非常的紧，伊阁是一个月过去啦。那么明年194年呢，就要得到5个月的时间。194年就搁过去。当然呢，咱今仔日呢，有要对这个班主，都是咱天文组的。那么咱前年德文师的助理，那么呢来计划。因为或许呢，会使讲是在所发浅啦。那么我们来讲到这个经典呢，或许能够错咧等吼。一直伫这个心情当中呢，无法度人提升。那么比起讲到这种修行的物件呢，会使讲是遥不可及啦，会使讲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咱前年甲各位德文师的主编呢，无法度纠结有过一个学习的机会，无法度今仔日交咱各位前贤大家呢，共同要来研究的，就是咱中庸第8章的甲第10章。他拄仔呢，第一节课，咱主讲师呢，甲咱主编，咱各位前贤，咱感觉好来歹？好啦吼，何况呢，感受了，会使讲是真好，嘛真济啦。当然，所来感受到的好甲济，其实这物件呢，就是要互咱一个修道的人呢，会当照着这个道理呢，那么来修养了咱自己，应该这是上界重要的这个重点。所以讲咧，道理来讲起，毋是讲听好听，好，是互咱听着好听，咱可会当来应用伫咱的自身，会当真正的达到了这个真修行的。所以或是呢，感谢咱主讲师呢，拄仔甲咱主编的建议，或是呢，感觉讲非常的好。对或是来讲起呢，会使讲或是需要个道理来做一个修养学习的一个真好的迄个资料，而且呢非常的感谢。那么现在呢，或是对这个第8章，那么回之归零。那伫这个所在呢，讲爱调咱各位来做一个做伙读一摆啦吼，有咱就做伙来读吼。注阅回之归零呀，回之归零呀，一何中庸，一何中庸，一先，即宽福音以佛实之意，即宽福音以佛实之意。这是这个第8章那么呢，而且甲咱讲这种的伊的宗旨，也就是讲孔夫子呢来讲到这个颜回、明帖、明秀，所以呢明明中道那当然呢，
对了着灵铁的贡献，这会使讲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咱的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咱若选择好，当然呢，咱未来的成就就是好。那么这就是互咱找着这个目标认为讲这个路真好咱会当好好甲伊守住、坚持。那么照着安尼呢，慢慢会当来体会了这个真理。当然，这就是咱即种的一个种子。那甘回之为人呢，就是讲咱甘夫子，那么伊的为人，而且呢，互学有提供几点，而且叫咱互相呢来做一个研究。嘛希望的就是讲，大家会当来效法了着咱这个甘夫子呢，那么以之为人，相信以之为人了后，会当来成就了着这个四圣之一的这个服饰。那么咱来当效法了着伊的为人处事，相信咱同款会当成就了着佛菩萨。那么甘夫子之为人呢，第一分一知识那么呢，这就是讲当时呢作为主角，就是讲主角你甲回呢两个人，那么呢，什么人学了较好那么了解较济。那当然呢，这个事来讲，事呢，哪会敢交回呢做比较？因为回呢，甘夫子伊分一知识那么呢，了解了着这个人生伊的这个重点，就是讲咱伫人生内底，那么上解这个好的这个真理那么会当分一知识，也是讲知影即，那么会当了解了所有的一切，也就是讲一本善难书的这个道理。又了着这个一来所生化，所以知影这点了后，就会当了解了着一切的诸事因缘。那么呢，事呢，伊只是讲伊文艺，伊第二讲者知影遐讲者知影遐，了解只不过就是安尼。所以讲个伫这个所在，夫子呢就讲。不如也，就是讲安尼呢，不如了着这个甘夫子。那么呢，我交伊呢不如也，就是讲我交伊呢都不如了着这个甘夫子。当然呢，甘夫子为虾米？伊会讲我交你，拢总是不如。其实这就是咱这个甘夫子呢，那么伊自欠了着家己。所以讲呢。分一知识所以讲呢，伊会使讲是一个大智者。那么呢，实践真道也就是讲，自发回三规不为平，依立法自然而已那么呢，而且呢，讲到这个甘夫子，伊三规不为平，这个三规毋是代表讲是三个月，是代表。真久伊有法度通扶持到了着这个进度，毋是关键。但是呢，伊的人有可能会自然，就是讲伊所去感受到了后，会当去保守掉的时间呢，会使讲是非常的这个短啦，非常的这个短。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可见咱甘夫子，那么结果拥有了后，伊会当反反复复来实践了着这个真道来呢就是讲安贫乐道为安呢，现在为一旦是一条引，在路行人不堪其忧，为不改其乐。那么而且呢，咱甘夫子伊就是。